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对于古早人来讲，灶骹会当讲是一个家上重要的所在，因为一家伙仔三顿，拢爱靠灶骹来发热。要若大灶，就亲像灶骹的心脏，是一个家生命力的源泉，互一个家会当过安定的生活。漫长的午后，肚子好饿，幸好后院灶头上总是煨着一大锅猪菜，地瓜块在锅里焖得又香又软。奶奶说，三合院小孩众多，养小孩就跟养猪一样。下晡的时间，灯落落，巴肚作枵的，家在后尾埕的灶顶，拢会放规鼎的猪菜，含一颗伫鼎里，翕甲芳光光，阁软心心。阿嬷讲，三合院内面的囡仔真济，饲囡仔就甲饲猪共款。在物资欠缺的农业时代，闲钱是重要的粮食，嘛是精神上主要的饲料。因为闲钱凑钱，耐可欢阁好种，加上伊的叶仔甲根拢会当食，所以伫迄个食袂起贵松松白米饭的散食年代，大家口的灶骹一定拢有袂少闲钱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逐工放学以后，头一项代志，就是举叉刀剁闲钱叶，刷入去，将一大篮的闲钱叶下落去灶顶的大鼎内面烧。等猪菜味炭到规个灶骹了后，再去搬椅料来门口埕写功课。阿丽，你功课写好啊未？咱来算米小吹好无？我才未写好呢，恁甲阿姨先去算啦，等我写好再去找恁。阿官，安尼咱先来。等你哦，阿丽。好。四、两、三。下几日有一当寒冷的下晡，我甲厝边咧耍唱卡鸡。哎哦，你双脚着地，犯规，我阿姨。哦，差一点仔就赢讲，嘿嘿，看我的厉害！阿姨加油！雄雄，我想起三猪菜的工课还袂做。系啊，即摆几点啊？我看一下，4点半。喂，阿丽，着你啊呢？你要去倒位？我已经转去倒猪菜啦。我赶紧下烧水，应该阁会赴。妹妹啊，你甲我斗顾大灶的火，我来倒猪菜。好啊，那安尼你等一下，有饭钱予我食哦。好啦。因为烦恼大鼎内面的水一直滚，
低调内猪摇甲青公叫，我着急紧赶工课。想袂到一时无细意，妈进来啦！阿姐去我老会。啊是安怎啦？打对田林无用线转来的妈妈，一听到妹妹的喊休，鸡梨啊甲包巾还袂脱掉，就赶紧来看我的空喙。我的镜头啊，互查倒切着啊！啊哪会遮尔无细腻啦？妈妈赶紧拍开菜刀的摊啊，挽一大撮金狗毛刺伫空喙顶面。谁叫你顾算，算甲毋知时间，工课煞咧青工做，手笑安。我目屎含咧，毋敢出声，点点坐伫雨顶看车驶的日头。毋知过了偌久，妈妈替我甲饲理的工课做煞了后，行来我的身躯边，手提一块半草尾大的番钱予我。若想要食，就叫恁小妹爬皮甲你饲；若无要食，就摕伫手里，较袂寒。听到这个话，我喙唇加咧，头咧咧，目屎偷偷啊流落来。一直到即阵，逐摆若食到番番钱，我就会想起迄个情景，感觉手底啊温温烧烧。喂，妈，我阿丽啦，我听妹妹讲，咱旧厝要拆哦。嘿啊，公所昨昏送公文来，讲即礼拜五要派怪手来拆。我才想讲要甲同学借卡梅拉，转来翕几张相公。煞袂晓即2天转来一逝。无法度啦，我即几工拢有课爱上，后礼拜嘛要期中考啊。唉，莫转来嘛好啦，看着加艰苦的。40外栋的老厝啊，旧罔旧，大久原来有感情啊。就是讲啊，我阁会记你细汉定定咧大灶补汉字，为阿妈巴肚枵的是，食一条偌好咧。嘿啊，迄口大灶上无彩，迄恁老爸尾也订翻过，才用无几冬工。迄口3滴菜憨憨钱的大灶。伫我读大学的时阵，因为市区道路拓宽，对三合院做火红拆掉，化作土山粉啊。可惜的是，当时我人伫咧外地，未赴见最后一面，敢若剩灶内底番薯芳，藏在伫我的记忆当中，温温啊生团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今仔日绘本故事内面的主角，细汉的时阵拢爱三滴菜饲猪。其实过去的农村，让要家家户户拢有饲猪。空中好朋友敢知影为什么较早的人爱饲猪呢？也佫有除了番薯叶仔以外，较早的人佫会种什么菜来饲猪？这部说来去，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来讲详细。猪啊，真熬食，所以饲猪就爱有准备、有按算。普通拢是种番薯啦、猪香菜啦、加磨菜啦、硬菜啦，这较厚生团、较厚发的这做饲料的主体。伫番薯生长期中，有时会使挂一番薯叶转来饲猪。另外猪香菜啦、硬菜啦，这拢真熬发。猪香菜有青香甲红香2款，咱人要食的是
细长的幼的。啊，若猪要食呢，都是大个种的，会当人大到半人高度以上的，安尼来挂较有野。3-5工啊，就用挂一摆，挂了真有野，猪仔佫爱食到抹菜啦、硬菜啦，食拢是共款足够法即个菜，挂来饲猪呢，会当人应付猪条因一大家口的即个头喙。哇，恁兜的灶还伫咧哦！好佳在，阮翁因兜还佫有保留旧三合院的模样，尤其是熟三的大灶。是啊，足怀念的吼。你才会知？庄脚大汉的囡仔，倒一个毋捌伫灶坑浮过番薯。哈哈哈，嘛是有影。虽然阮翁因兜的灶加真细做，毋过逐摆阮大家咧找菜头粿的时，我一定会走伫咧灶边。妈，你搁要找菜头粿哦？对啊，见若拜公妈，拢嘛爱找菜头粿，讲是林家的传统。煞毋知是林凤因老爸家己爱食，大家的人生一起鼎，伊就赶紧用汤匙啊挖一细碗来食。哈哈，莫怪啦，妈做的菜头粿足好食呢，伫巷仔口就闻到啊。有影无影，你安尼甲我学了，我煞歹势起来啊。毋过咱家己炊的粿有影加真好食。若菜头是家己种的，干那即个灶，外面卖就对袂着。外面呢，拢嘛用雅树火，无像咱这香茶炊出来的遐香遐好食。对啊，我嘛感觉妈妈炊的粿有一种特别的香味，而且特别 Q， 是外口食袂到的。你讲的香味，就是茶的气味。我拢四界去捡茶来烘，而且菜头粿炊熟了后，大灶内底还佫有老那烧，翕一个佫较香。这种古早味是雅树火无法度代替的。妈，你先去翕一个，灶坑的火，互我来顾就好。你会晓吼？会啦，阮兜较早嘛是用大灶烘茶煮饭。我自细汉就会晓甲我妈妈倒撒猪菜、烘烧水，做甲毋爱做啊啦。无怪哦，看你做代志动作伶俐，阁老练，我就知影一定是亲母自细汉就有教。唉，即马真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莫讲烘茶啦，连用电锅煮饭，遮简单的工课都袂晓哦。好啦，你既然捌做过。安尼才交代互你，我来去后壁园里挽瓜酸啊。好，遮交互我就好。妈，外口起风啊，你爱卡一领长的哦。好啦，会记得火毋通伤旺，无会臭火大哦。我知啦。听候粿炊熟，茶嘛烘了的时。我就会用火钳轻轻甲火釜拨开，甲买来的番钱弹入去，静静等待迄个思念的滋味。前一阵仔，我去菜市仔买菜，伫一间五金行头前，看到一个头顶拍鸟帽仔、身穿蓝色西袜的阿伯，跍伫边仔家咧卖番钱。伊的身材甲模样，看起来足像阮老爸。
买番薯来哦，来买番薯哦。阮后爸在世时嘛种番薯，而且嘛定定来菜市仔卖菜，所以卖出一种魔力共款。我直觉行来到番薯伯的面头前，看到一粒一粒摕起来有点斗，皮摸起来骨溜溜的细条番薯，规个人拢欢喜起来。阿伯，这问番薯安怎卖？一斤15啦，这么俗哦！我家己种的，趁老人工，凊彩卖啦。安尼我加买一挂，你就会当较早转去休困啊。可能是遐尼有人一困就买2大袋番薯，番薯伯啊真欢喜，加钱3、4条入去我的袋仔内底。多谢啦！啊，老岁人上爱食我种的番薯，又搁 Q 又搁酸软。哈哈，你哪会知影我要买转去互阮阿母食？若好食，我才过来甲你买。哈哈，保证赞的啦！阿伯口中的老岁仔人，就是我84岁的老母。因为年纪大，加喙齿容易落去，敢若会当食一寡较软较烂的物件。因迄代有真侪人番薯签食甲惊，毋过阮老母安怎食嘛袂厌。妈，哈嘞啊，你转来啊？哦，买遐济番薯哦。拄则去菜市啊，甲一个阿伯买，伊讲这伊家己种的，一斤才卖15块尔呢。15块个尔哦，哦，15块足俗的啊！你毋知即马番薯起甲足贵的，我咧台中买人行好的，一条就要几啊10块呢。惊倒人时代无共啊！即马番薯有影是比米较贵，毋比较早哦。现代人流行怀旧风，又搁注重养生。古早味的食物，一款变成受欢迎的美食。番薯叶嘛，因为营养价值悬，已经毋是过去粗俗的题材啊，毋但升级变做家庭主妇第一选择的健康蔬菜，嘛是伫郊区的餐厅一定爱食的野菜。也若番薯咧，妈，你敢知影？咱遮在去菜市啊，迄搭番薯，偌侪人排队咧买呢。也阁有便利超商，即马嘛开始咧卖番薯，连贵三三的西餐厅有卖，嘛有教番薯互人客食呢。安尼哦，哎哟，有影是高西部变状元地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都嫌鱼翻身啦！哈哈哈，有影就对。我甲买来细条番薯，用电烘炉烘好熟，放入去冰箱冷冻起来。妈，这番薯我拢烘熟啊，冰伫冰箱冷冻库。你若要食，摕出来退冰就会当食啊。天气若冷，你得用电锅吹好烧才食哦。佫真方便哦！安尼不管时，我拢有番薯通食啊。对啊。有影是古早番薯食甲饱。对大灶火夫翕甲臭火搭的模样，到气炸锅烘甲水佫无欠点，对农业时代互人等伫灶骹的饼角。到即马变成高级餐厅的美食。虽然番薯的器具愈来愈先进，生理人的包装嘛愈来愈优秀，互愈来愈侪人成做忠实的拥护者。但是番薯自头到尾拢无改变平价美食的名号。大灶内面小看臭味带的番薯芳，有原是真侪人记忆当中无法度把袂记哩的好滋味。
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大灶内面的番薯》是由廖秀苗原作，罗家书廖秀苗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李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加声音演员：阿丽廖家清演出，阿关阮彩妍演出，阿姨李品玉演出，小妹阮诗婷演出，老母洪昭文演出，大汉以后的阿丽徐明云演出，老母林秋霞演出，阿丽洪婿甲卖番薯的阿伯张志宏演出，阿丽大家吴淑珍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就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就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。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。雨丝香，暗灯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歌红的线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